一个工程师案例，他汇了50万给他的女友，最后他发现连他的名字都是假的。那么在一开始了解他的时候，他有跟我分享这个故事。他曾经有在一些 App 上面认识一位女生，然后也跟这位女生聊了差不多3个月，然后女方开始说家人生病需要手术费，他觉得自己是在帮女朋友，结果后来发现这个人用的名字来相片都是借来的，或者是说假的。他同时知晓跟3位以上的男生在做同样的事情。重点不是他笨，是他太相信自己的判断。有时候在感情里面当局者迷，这种事情为什么透过配对顾问就不会发生呢？因为我们的会员都是经过筛选真实的人，不是你在 App 上面随机遇到的陌生人。不想成为下一个透过专业配对认识真实的人，点击我们的链接可以做一个免费的咨询。